從國家驕傲到列構性困境，人口萎縮如人工智能如何重塑 HDB 的未來？新加坡建屋發展局 HDB 的組屋政策被廣泛視為現代歷史中最成功的社區工程與公共住房計劃之一。通過實現超過80%的本國公民住房擁有率，新加坡將原本的暫居移民轉化為國家的主人翁，把公共住房打造成中產階級積累財富的核心資產。然而，過去的成功如今演變成了一項結構性困境。這套模式長期依賴一個隱性的經濟引擎，人口持續增長，收入不斷提升以及房產價值的永久增值。今天，兩大交織在一起的衝擊，加速的人口萎縮與人工智能 AI 的引起，正迫使新加坡重新審視組屋體系的可持續性。新加坡的組屋模式正處於歷史性的轉折點，它既不能再依賴減少的人口供利來保證房產不斷升值，也無法忽視 AI 正在如何改變勞力規模與賺取收入的能力。新加坡公共住房的可持續性，不再取決於能否通過膨脹人口嚟推高房價，而是取決於政策能否確保組屋在有 AI 扭動、人口精簡的新經濟體中，依然是一項負擔得起、宜居且剝離了金融投機的安心之所。